哦，这不跳了，这个了你，这算给的你们，穿的这来是不算给的了，挂了算给的，能出来说话的，是看老么这亲戚拉讲，是拉讲。哦，可能别亲自哪儿会咋了没？要么他在哪个哪儿过？我嘞。哦。你们穿的这怎么也来得多？现在也都那种都来丢的噻，过日发了病了过。没有，我用的那个包盖么还管，我用的给丢这个。哦。听啥你前任是给我发了光完。光。对吧？就也是个奖儿着嘛，一个奖儿着完。哦。这我生了这个到沟里去到，我一个人，这里3个人死了。哦。3个发了啊。这个。下面一个，周家的那么是，他们的也完了，周家的也完了。这啥也最没事发了当拉裤头，只会你的只包上对呀，只包就是，搞住就让包就是。我这个窟窿开了这。我们那个阴山里，个排头是那里过个回去。其实也你窟窿眼来开是啥？窟窿没在开去，压然后去。嘞。哦。你给我听的日语都知道是？没去啊。哦。你可就是之前都不知道对面是不是还是不一直啥？我不知道啊。搞都别的是对面是。家里边前些段这不公安走了的，门里进来的一根头是儿子走了的，不知道不宁波说。这根头本来就是酒馆。嘞。哦。关于去过的我不知道呗。哦。因为我看那块啥就没有多少没。哦。他现在挖着挖没看着。听啥也条顿你是哪度？你多少边都是？嘞，我嘞。哪度你多少？他是哪度啊？他是哪度啥？你是听的吗也？8月22。8月22呢？8月22你条顿呢？样子没有多少没。嘞。我条顿的是该当时签字的回是。签字还留我的呗。留下着。那个绳子来插还是想盘来插着，就管把这穿过的。哦。这个这么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呗。错口签啊，2个啊。错口签。哦。听啥也条顿这签字是吃个漏光。那个。眼睛的见着吗？签字俺们一个2个周班的弄这个小剪子不是，不剪。之前都最面是花了3块说的吃了没？这个大家吃了没吧？我们老大给吃了。听说你前次查个啥个条顿的，包给前两那个苦酒。因为苦行不让苦在。是头一说是抽的，官人点过的呗。点过的啊。只是回头不是见到抽就是还是到哪儿去？我今天的嘛，那个2把刀哈，那个火里破的，火里烧红是，那个病人嘛，吃了舌头来疼着，吹着，紧张的，我们做的呗，舌头过里，火刀和天里。那个后边上马家的那个风寒哈都他一旦是他都一个阳气脱了呗。现在人家上马家那个风寒不是给你这啥本子噻？那个他们的家里有个兵马爷的。马处长家里。这他那个马家伙他这个生的木头他们车的来着。家里放的。楼上放的。一个年出来给了的。当时好了。当时好了听夸人家只是会掉上头那种，你都他包是那个签字那和条顿的不拉裤，不给签上你挂胡了叫没完。你可是大裤的签字什么是关于叠着呗。叠了你可在听啥快内别亲不是咋修饰。这日里就脱了呗，清脱了呗。其实第2年都是裤衩先别亲咋修过。也去的呗。就说其实干来味是这个我还说话给的嘛，干不来味是表去我结果是说的呗。光是也
他是那不高。他是没有上嘛。不嘞。没有上去了。哦。另外，你第2年那都不在就一张没吧？嘞。那个这回头是年调呗。听说你苗都掉的很紧那都你都搞没吧？嘞。在过时段嘛，问了5月段我听他对来讲哇。听说你第2年那都掉的可久了。这我们这个苗生枫叶炸裂。花狼巨狼呗。花狼。那一套你苗生什么？先生叶，我只许你们那个书上开始。先生叶。一套你2郎也不是讲完。先生叶是搞没？苗生是先生叶。先生叶3位娘娘给的。我先生叶你是管你是不是样嘛？那个他的名字是，那个书上这么说的吧，伍子胥教的。伍子胥因为感觉先生也不是先生养个先生对的那是。先生对王嘛是。先生对王。先生对王。啥也感觉先生也压制是啥最没事。那个。这个的家眷还是那些，俺们的酬劳是那个。后头他妈生意分了呗。现在你大概按这个抽的都分480。这样。这是。唐朝手里分。那年是上海传过的那个外国人抓上有资源那个手机。你还在说？那个。上不拉那个你们不知道啊？这年纪小，马桂菜营养。马桂这上不拉头顶的那个面朝沟的。他你们的农家苗生医院打着走他的，后头我个人算来了。你营养当的好嘛？苗生医院打下的呗。这经济缺氧气嘛，不是不成熟。你也有了。最后。你马桂菜营养压个子。挪街你压个子。我家的苗生是莫街业的。苗生。莫街业那个营养，别请去的营养他那个完了，一碗大了的他没人的。你分开下的一碗大的他就有了。比现在出多。会要啷个去了个啥？这别去那个可怜多可能转的啥回来会子他就会吃了。那个警觉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四方坑或者那个是那个7个砖还烧红了，警觉真刚上了。7个砖病人还那个一段的七星拉还是病人当中的主要是叫那个警觉子上去。听说那嘎达火上都嘛是搞出头啊。院子里。这么是都还破铁里也上的茄子，或那个七星背上是健康上去是，病人那个就那个警觉子那个站了这活到还手着红光舌头来添了病人推的呗。听说人家转那个上去看他那个了，病人都抽不啥，病人转人家周围这个流水。病人这个里做来这个里是个7枚还。7星拉了上。7个红砖还换了。来。这。That was some of the experience. What's how he treats. That's it.